有陣時呢，有啲人都會覺得，哇，香港菜咁貴，係咪有錢人先可以食得起啊？我會比較覺得可惜嘅係好多有呢個經濟能力嘅人呢，佢哋嘅優先選擇未必係食返香港嘅菜，可能就係咁樣，所以就冇咗一班有機會嘅潛在嘅顧客啦咁樣。咁我亦都希望，我相信啦，將軍澳啊、康城有好多都係經濟能力會比較好嘅一群啦，亦都可能係注重返生活品質嘅一群啦。咁都希望佢哋都開始了解返，香港其實一路都有出到好優質嘅蔬菜，而且就算你去買一個外國嘅有機產品，點都冇香港嘅菜咁新鮮、咁靚、咁係身土不二。